桃园这稳定线是还咧起，不过这阵说是传出非法使用中国的石啊，地检署正咧调查。不过这稳工程局是已经出面驳回，强调讲目前已经铺好势地砖，唔是中国制，而且这礼拜要进回石啊是对印度来的，拢总无违规使用中国材料。玉山工程咧赶工所传出指示控查表，赶工当中的 G12站体地面铺设是中国厦门建庭就业有限公司的旧材，违反政府采购法免使用中国产品的规定，负责工程的通报商出面还原往。现场施工前的3至6个月，我们都会重新再检查我们的一些送审文件，那我们才提出更换材料供应商。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石材都还没有进场，也还没有施工。这工局表示，车站内公共区域地方目前已经初步分析，因做工造地砖由建工公司提供，不是中国厂商。加拿大公共区域地面外围周边借用天然的石材，为印度进口，是由另外一间厂商金必达公司来提供的。按算这礼拜3才会进场施工。他把我们在公共区域中间部分的钢石地砖把它扭曲成说这个就是大陆前程公司的这个盗采的这种作为我们实在是无法苟同了针对这份预算及控查表用中国石材指控，这工局澄清，施工进程原本协定石材供应商是厦门鉴定公司，自通报商发现产品是中国材料后，已经在6月初5主动换做国内厂商。针对这份工程前期，地检署也分下限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